大家好啊，我係謹慎精靈啊。我係一個小心謹慎嘅人，我唔會做一啲以後會令到我後悔嘅事情。一個謹慎嘅人係有遠見㗎，佢哋可以為咗長期嘅成功而去抵抗短期嘅衝動。我喺認真考量之後，會做出謹慎嘅選擇，而冇一啲冇必要嘅風險，又或者講出或者做出一啲滿足短期快感，而導致將來後悔嘅決定啊！喺考試之中，同學已經完成作答啦，佢係咪都能夠複核試卷，減少失誤呢？面對選科嘅抉擇，同學係咪能夠做詳細嘅自我同埋科目分析，好令到自己有合適嘅選擇呢？今日同學要到一個比較遠嘅目的地，佢係咪都能夠預早搜尋路線，令到行程變得更加順利呢？咁你就發現審慎係佢最突出嘅性格強項之一啦。不妨多啲由呢啲方面讚賞下佢，鼓勵同學盡情發揮啦。